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也，我係 Rita 林玉婷。文史老故事做在創作人生活當中嘅美感來幸福嘅感覺哦。今日啲節目當中呢，我要同大家來分享去年得獎嘅後生文學獎也第位作品咯。當然，我想一開頭先邀請大家共下來參加，好冇？40歲以下就做對來參加也嘅創作哦。書籤都辦嘅大比字，不讓大家實實來投籤咯。今日啲節目當中邀請到在後生文學獎嘅評審委員莊典婉先生，先來分享先生好。大家好，我係莊典婉。你根本以後唔會同我哋打廣告啦，係希望大家朋友啊，有新人嘅，也係較後生嘅學生嘅，40歲以下嘅來參加。加主持人講嘅後生文學獎開始咧，都半年嘛，半年30。好，感謝先生，按用心鼓勵大家多多來參加。接下來呢，來分享一位來賓，一位作家，就係啲 TC 嘅去年嘅作品當中得到短篇小說優選嘅張淑玲。淑玲，大家好，我係阿淑玲。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參加這個節目。阿淑玲哦，對，很親切哦，恭喜哦！佢係第一擺來參加比賽，就得獎。得到優選冇簡單哦，同大家介紹下位來賓，佢係今年嘅大贏家啦，無論係散文啦、小篇文啦、短篇嘅小說啦，都得到佳作嘅總結名氣，分享名氣。大家好，我係總結名氣，今日同分享到呀。哇！再一次分享三位來賓，我想呢，2位是係參賽者也得獎嘅文學家，一位呢係呀。評審委員，講到評審委員，大家會知道緊張嘛？嗬，今日做啲坐啲先生嘅時候，先生，我看去年嘅作品非常嘅精彩，喺呢幾來書籤最多，韓國創作嘅元素咩咁豐富。我做呢幾下年來都好從第一屆到去年來，大概都有參加呢個評選嘛，我就做一年比一年多，然後參加嘅簽書啦，還有來嘅 visual 啦，講嘅題材都冇共樣，尤其是以前像較傳統嘅一種客家文學嘅比賽啦，像高一鋪啊，又乜嘅又係any happy fee 嗰種比賽出來，就全部都寫人嘅老屋卡，寫人嘅阿婆，寫乜嘅情感。但係後生文學獎嚟講，天無天錯嘅就會講，天無共樣嘅啦就會講佢要寫到呢個白色恐怖，然後華農嘅罷工，然後印尼嘅華僑到台灣，然後馬來西亞嘅移工還有香港嘅客家人嘅故事佢就千多元化嘅，然後佢嘅題材都完全因為後生人嘅想法就冇共樣，像同性戀，還有呢個白色恐怖呢種題材，就可能冇乜辦法啲嗰種傳統嘅客家文學獎本人看到啦。其實係有獎籌嘛。有。嗰時候有嘅後生文學獎，其實佢冇乜框架，係講大家就單槍就40歲以下啦，有嘅條件聽。係嗰時候你想愛寫乜嘅主題，就自由做啲發揮，有一本創作者係當好嘅舞台呢，當好嘅平台。就像你隔壁的2位都按後生，然後做咗後生就係一個未來。很早就寫得清舊幾張開始聽，然後像去年嘅文學獎度，我也有看到19歲嘅後生嘅中學生也來投過，寫佢嘅暑假生活吧變了嘅生活，大部分人都會寫阿公啦、阿婆啦、家婆啦呢度故事，然後屋企嘅寫起這個寫嘅乜嘅東西，寫嘅最多題材都青島係有安樣嘅開始但係還是知道等下。你做得問一下面試，還有淑玲佢都寫嘅東西就真見大家呢個評審委員一看就覺得你就標準愛來得獎嘅。哎呦，先生，你真係懂得鼓勵人家寫來就愛來得獎。唐老先生按你講，你冇來寫用做得啦，係嘛？因為佢都不認真，真用心寫嘛。哎呦！
跟人讲吼，三秋啊，热热的，应该今年都来来参加，40岁以下今年来参加，因为当年来参加的哈，同多嘅宣传老师啦，还有母语老师，母语搞客家嘅先生，佢都鼓勵自家嘅青年來參加，所以呢3-4年來都同到呢嘅佢嘅媽媽就會嘅搞客語嘅。宣傳師鼓勵下一批來參加，所以佢都大概都係爸爸媽媽有個阿公阿婆都出得來，幾部客人來就出來，來參加頒獎。所以我知道參加過印度嘅文學獎嘅頒獎嘅時間，係做香港文學獎，真件動搖心也動感痛，因為係做唔係只有寫文學、寫小說，也寫散文，還有佢有一份客家情的度哈。哇！也係最好嘅家庭教育啊！嚇，嚇，你講到家先生講，其實從人嘅角度來看創作一個評審先生嘅角度來看嚇，無論係任何嘅角度，我都知道動獎。而且我想請問一下今年嘅太陽家啦嚇，咩戲係呀？幾多年來都有參加，今年真嘅拿到3個獎。因為很強咯，家先生就講下來就要來得獎誒，按啥子呢？分享故事啊！分享故事啊！哈，我哋講咩戲呢？平常時除咗要上班，啲人客家電視台上班哈，其他時間佢下班就上網來寫。你按呢，敢會知道講創作嘅時間會下冷水冇？我本人冇法度全心全力投入，敢會？我吃到安尼，就是當日全部卡行，我寫咗東西，當日就都寫東西。我想講，我今日我用嘅食下戲，我用嘅寫下戲。唔過我知道，因為我做這個關係，有本我當到嘅養分去情講啊，我寫嘛個有當到人嘛，我認識當到人，我知道也未係養分，唔過就係時間我管理安尼。係講到冇唔錯。而家講到時間管理，本人心態嘅動力係乜嘅？咁係得獎。應該唔係得種，係當然要安尼期待，對我有期待，就知道講我自家咩做唔得本人家什麼。特別我開始以前就會當然打電話、傳訊息啊，幫我講今年要參加冇。哎呦，其實當然重要。嗰時太太就懂支持你咩？哦，你咩喺骨子裡面有傳統嘅血液啊，因為講好啦，參加啦，加油，你就講好，我表面鼓出來做，真嘅啦嗬，一拐咩？咩一堅韌啊，堅持，因為你大家做得看懂嘅作品咩？好，故說輕困難卻克服自己那一關。對，就是要自己很努力。係，一般我有看到，其實家講所有嘅分類地圖嗬，請花時間出短篇嘅小說，佢就會寫較長嘅。跟你用嘅架構故事都克服有時間寫，你知道也係最難嘅冇？也係我第一擺寫小說也部分。我一開始其實我完全唔知用嚟寫，我上咗2張嘢，我就想唔到我用嚟寫。啊，上2張嘢咯，很認真哦。係啊。我咩唔係動認真啊，就係想講我要寫一下，因為他家就講，我媽家就得過，就也冇得過，冇嚟試看啦。真見到詐騙呢？就係故事就開始想講啊，去愛情呀的故事啊，我用嘅寫，我開始看配音寫嘛家，自家我用嘅去故事呀小說用嚟呈現啊。故事你會時常去看拍上人得獎嘅作品係冇？較少看配音得獎嘅作品，唔過我會請動到可能我喜歡嘅加文筆嘅人，我會請佢作品來看。也係一個同學啊，都一開頭其實節目蠻開始以前先生講最好嘅方式，你就看優質嘅作品，安尼就錯嘅啊！嗬，係我咩恭喜淑蓮啊，也係第一擺參加後生文學獎，就拿到短篇小說嘅優選就等於講第1名嘅意思啦，嗬。有冇按強呢？謝謝。聽講得獎嘅時間本夠1禮拜啊？對，因為其實是說，因為原本我沒有想過說自己會創作，寫作這件事情。那以前20歲之前，大家都以為我是畫家，但是我沒有。那我20歲之後就再也沒有畫畫了。對，那可是人總是要有出發的時候。但因為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講最大重要的事件就是921大地震，所以我覺得921大地震給我的影響是最大的，它是我為什麼後來會寫小說，就是寫文學創作這件事情的一個很根源的事情。因為我的家沒了，我的家鄉
跟现在是不一样了。你是台中人嘛哈？对，这种是非常的严重。对，所以我接到那个电话，刚好在逛大卖场，然后我当下眼泪就飙出来了。当时我还是打电话跟我爸爸讲，跟我的研究所的老师讲。对，那其实我会飙泪的，也感觉很像是我当下听到921大地震的时候死了300多，就是3个小时后死了300多个人，那个当下是一样的心情。哇，压胸都还会丢子哦哈。因为我希望在创作当中，可以把我们过去记得的东西把它写下来。对。故说文学创作要变做一个讲出自家的想法，有人讲要迄宣泄我们的情绪，也係講老所有你期望的事情寫喺當中，佢真然都會留下來嘅，韓國做啲傳本大家看得到。是。我家聽安尼講咩？情感通，故說一下就向作家一條路前進了。謝謝。你在想，你寫得真好，蘇林寫得真正真好啊。謝謝老師。佢嘅文章哇，當場佢寫嘅日頭，照下來，好像灑在這片大地，我就本佢嘅日頭。我被太陽灑到啊，東江的感覺。因為我們當初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東江每天都是看到那樣子的風景。哇，對，很好哦。好，我想今日節目當中有青島的故事，都得同大家來分享哦。等下下聊一下，繼續轉到 M4 來了。大家進到節目當中來，2018後生文學講出係根本嘅愛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哦。呢段嘅文章真係非常嘅精彩，係想大家會同好奇講，2018嘅文章內容有哪條啊？各位有想去參加嘅朋友想，先生到底讓我參加，真係較有希望得獎。我寫乜嘅東西呢？請教先生。輕難回答吼，因為睇緊如果講先生中意嘅乜嘅，唔係人中意乜嘅，係正經。作者吼來參加人嘅寫乜嘅東西俾人看，因為菜咩係佢偷嘅，做出來咩係佢做嘅，人這個識嘅人就看你嘅係一種享受，所以我大概就鼓勵愛寫作嘅人都唔管唔愛寫乜嘅，先講一遍故事俾大家聽，先看一個錄像片，講的故事看。人中意聽人講故事嘛，然後從頭看你小說啊、散文啊、日本的啊、和歐洲的啊、和就法文世界啊，都會多程度去看，因為嚟做多看多寫，真係一條路啦。唔係講我會寫乜嘅，真會得獎，唔係哦，絕對唔係哦。真正我用功寫字，我還有自家嘅五感，就會講唔會感受到春天、寒天啊。做些人嘅感覺，然後還有你自家要感覺嘅風，去吹過嘅聲音，都會你要寫落嚟地方，就喊到文學嘛，冇就一啲冇感情就抄你嘅成語句子，絕對唔會講。古時先生家講到文學性，要有美感。對，各位家講到當中有嘅人嘅文字，有畫面嘛，有講嘛，你都得有得講故事嘛，嗬。其實應該講真簡單啦，不過其實實際人寫嘅時節，當中人畫圖強樣，像樹林嘅畫圖強樣，人構圖，一樣係怎會講，人看到佢嘅藝術性人會高。個先生人會講，我訓練人嘅文字，我優雅，我傳達人嘅感情嗬，我認為嘅方法係最好嘅。我自家中意嘅方式就看天樣咧，因為我做天樣，佢就會本感覺到，佢把這種文字嘅東西變成一個立體嘅東西，然後佢會講唔講啊？從我去看天樣中，我感覺佢係按樣嘅描寫，佢係按樣嘅翕出來，嗰個日頭嘅景，然後嗰種情感，佢唔係講大部分人講就會四幾年就睇到嗰種事，你客家人從頭講從成個四幾年，所以嗰種隱喻啊，嗰種隱喻我輕鬆有啦，我自己感覺嗰種嗰種我可能我寫作嘅人較啲嗬，像樹林佢有畫圖，所以我根本佢有講到佢以前係中意畫圖嘛嗬，所以佢寫嘅東西我就啲嘅，佢寫嘅東西嗰種美感，還有個畫面感就清楚，咩係咩咁樣啊？
中医翕相嘛，错冇？所以中医翕相的人，中医翕相的人，翕相的人哈，佢对方面呐，对于嗰种感情，佢就用的比别人较多，所以来做同多写作的人来会鼓励佢去谈音乐，谈无腔样的音乐，看电影。去个有中意写画图，唔好画圖嘅人就去個去翕相，唔好翕相嘅人從頭去看片人樣嚟翕相，一種相片有乜故事講本大家聽，從頭還是去個講本去個聽啦。就用人嘅感受去挖掘人嘅想法啦，吼。咁先生有講到看蘇聯嘅，我一看佢嘅得獎嘅作品，吼，很多黃連，我看到有黃連，我就有種夫婦有得。唔判得嘅感覺，正係我一套嘅文章，就係你嘅故事內容嗬。小林做得同大家介紹一下冇，也用小人物作為一個核心嘅出發，你都係講乜嘅故事呢？其實這一篇小說我已經構思大概有1年多，那後來其實應該說一篇好的文學或者是電影或者是甚至音樂，它所傳達的，可能都是一個小人物或者是小事件所發展出來的，整個後續的一個故事性。對，所以我一方面也是因為我看到了很多人，他其實都有這樣一個悲劇性，當然他有歡樂那一塊，但是我看到可能有更多的悲劇性。就是說，他是無法被改變、無法被救贖。他可能在別的環境底下，他可以被救贖，但是可能在這個環境底下，他可能已經是沒有辦法的救贖。所以我後來選擇的就是這個小說人物的原型。對，那還有一點是因為後來我寫到有一個瓶頸，就是說，因為其實我故意在小說的寫作過程當中，其實我有刻意把一些時間拉慢，那有一些時間故意縮短，在重點的人物上面，我沒有像我的主角是黃蓮，但是我沒有特別去描述他的心情是什麼，我沒有去描述我有很大部分的時間在描述他的兒子發生什麼事，但是他爸爸是主角，他爸爸其實不知道他所發生的事情，他跟他是平行的世界。那他爸爸跟他媽媽甚至一定會因為他的兒子會出現一些因為家庭關係一定會不好，那他媽媽的比例又減少了。那其實我想要講的是，這個孩子他到底是什麼？在這個村落裡面，在這個偏鄉裡面，在這個都市裡面，在這個台灣裡面，在這個全球的世界裡面，它是什麼？那還有一點就是說，後來我因為我刻意的把角木那個情節的敘述放得慢，然後我試着希望他在敘述過程當中，他是有呼吸的一個呼吸感，所以會寫到最後我有點睡着了。我自己會睡着，因為我是故意的，我故意把那個時間拉長，因為只有在那個長長的時間裡面，你可以感覺到這個地方是靜止的，它是一個沒有可能性的一個地方。對，對於這個流浪的這個人，他是那麼的絕望的，但是他是無感的，因為他已經變成那個樣子，他還是沒有人可以去救他的，連他的爸爸是乩童都是沒辦法的。那這篇小說一開始在寫的時候，其實他就是沒有名字的。那後來他就叫黃蓮的原因在於，因為他是乩童，乩童是一個去治癒他人的一個角色，一個支持心中有那麼點缺憾的人，讓他可以有力量活下去的人，但是他也在退嫁之後，他其實也是一個父親，也是一個大家的鄰居，對，他所必須面對的還是跟大家一樣的生活。那我中間有一段時間沒辦法再寫下去，就是因為剛好，就是因為真的寫到自己想要睡覺了，對，那個情節就是你要怎麼去拿捏那個，其實是個時間上面的問題。那後來去美國的時候，剛好看到一個就是一個小鎮，然後那個公園裡面，他給我一個很震撼的教育，就是他只是一個很小很小的人物，他只是做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對這個鎮上，也許他只是幫忙鋪橋造路，他公園卻為他留了一個位置，他是在告訴所有的人，
这个地方总会为这个人留下一个历史的位置给他。我觉得今天不管是任何的小人物，他都有那个价值可以留在这个地方，然后成为我们这个地方未来他应该要调整的一个可能性。对。你刚刚谈秀玲分享的时间，我知道他的感受是很丰富的。各位我每次都讲，迄个也有在看节目嘅朋友啊，迄名事实上每位有嗰種感覺，自家當初無買創業，有一個對自家未來嘅方向嗬，要對嘅唔啲愛用嘅行嗬。其實唔出咗哋透過創作也講，透過秀玲家講嘅嗬，其實每個人都係當創業嘅。無論去到哪對唔嘅味嘅，做一個唔用嚟看自家，而且也係透過文化嘅創作嗬，你哋嘅目標等係度看到嘅，嗰時候非常感動。哇，懂讚美，趕快再寫。哎呀，大家講到就非常有畫面啊！哈，咩動感同埋之後，按沙飛後，大家關心嘅事情就會形成一個風氣，按沙飛就係越來越向隔壁去，迄個按關心。關心唔單槍自家，關心其他人，按沙飛面變做一個付費嘅沙飛，按就越來越好。故所文學創作真係當有力量哦。嘅電萬先生，家談你嘅獻出來嘅作家，安尼講，即個係唔係同你即個看佢作品嘅時節有冇強嘅感受咧？大家啲啊，因為呢篇你音響最前嚟，即係講就說唔係針對樹林啦，嚇，就係講你嘅文學作品之中啊，你會寫當多嘅小人物嘅故事嘛，嚇，而且嗰個小說嘅作品，其實嗰些看嗰些本來知道。當初你有一團係清流行嘅台灣嘅鄉土文學，你有幾個鄉土文學嘅大家啊，黃春明老師，王禎和哈，還有陳映真、江君竹哈，還是無論樣啊，你哋想到還有你客家嘅李秋先生、鍾秀生老師，都會寫呢種大河文學，還有這些都係鄉土文學嘅大量者哈，然後這些佢哋一生人寫嘅東西係乜嘅？你看。黃春明的《清帆宮》哈，然後兒子的大玩偶，然後你看李秋先生藍彩霞的春天啊，是一個因為最近翻做西班牙文嘛，這個妓女的故事哈。跟你再看鍾立佛先生立山農場，佢寫嘅係乜嘅？寫嘅係女工啊，女工一般就是60年前立山農米農嘅農場嘅故事哈，而且睇家人第一次嘅作品都講貫徹就留下來嘅真正嘅小人物嘅故事啦，亦都多數連同你名氣都寫到嘅，哇，都打通到你看嘅嘢寫真件。按你講啦，故事就係啲人嘅順行，也講出啲人嘅生命當中有行過啦，哈，而且大家行動上嘅談故事哈，等一下請大家先試比茶。繼續進到安福起來了。大家轉到福氣來咧，嘿 ，Rita 同大家同學企學今日來賓記得話，本人愛問你答到底係乜嘅呢？我先來請教嗬，有請3位同人推薦影響你自家最大嘅一位作家同個作品，好嗎？先生先來，而家講咁多誒，哦，唔多講哈，嚟講誒最中意其實都倆從頭看咧，還是張愛玲哈，張愛玲所有嘅小說我都看咧，然後我去上海啲香港嘅時節，全部行過幾前小說行過嘅路，帶佢寫作嘅佢帶過個屋嘅全部去看。不過一個作家哈，雖然佢過身當多年啦哈，佢係1932年退嘅上海嘅作家，但是佢用法文寫作，但是佢嘅作品都列下來看咯，大本啊都按現代，真嘅冇見超越時空，對，哈，當經典哈。身為什麼人愛知道佢係當代表性嘅女性主義者哈，咩動感追求，所以都列下都會推薦大家去看。耶，好，跟秀玲呢，你自己會推薦哪位作家？我最近在看的是《單車失竊記》。對，吳明義老師的書，對，他也是蠻厲害的一個寫作者。但其實陸續都有在看，像最大學時期可能看張大春老師的，
对，然后后来又看林文月老师的，他的那种温柔婉约的那种就是很抒情传统的一个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就是典范。对对对。好，大家家去看了哈。跟妹戏呢？我分享一个很现代的一个作家，他叫做杨双子。其实什么诶，他写一本所有人都花开时节，我都想爱小说以前，我先看那个。因为其实写一本是推个什么诶，夹到个情谊安样，各位开发个杂石头的东西啊，背景全部都有，咱就知道俺的懂好。哦，每个人喜欢的无同样，不过也得文学家都是。真正讲万中选一哈，做得伫台面上本大家空下来欣赏佢哋嘅作品，大家全部都一看，全部塞落去好嘛？咁講到少年介紹佢嘅小說哈，有按到佢想嘅表態。我看到面戲唔嘅得獎嘅作品，我知道按多年來得獎嘅作品喺度，我就有感覺你對人生哈，對死亡，講你對家族之間嘅情感係當強嘅呢？係，因為我嘅作品就。前面有樹洞那種雜事咩？那樹洞其實係當年，我卡嘅上紅就會都要樹洞嘅時間就會拜拜。去年係冇做樹洞戲就會全部人要向下拜牙樣。去年係清明一拜咧。哦。去年前年吧，前年係清明一拜，今年唔會再辦咧，就係我知道係因為我講係家族啲不清態嘅。嗰個係也一台清態嘅聲音咧，因為我感覺講我太以後懂多的東西當中一直在流逝，在我的身邊流逝，我就會感覺有一種感嘆，有一種很難過，而且我阿公他一直在支撐着這個家庭。故說第波有寫到嘅台北嘅部分，其實係用阿公嘅用嚟去寫嘅，嗰個阿公。第波有一篇係佢也在台北到老生命公發嘅劇團，係阿公其實本身冇畢業，佢就用講嘅，然後求咪講，嗰個寫題也係同樣嘅老生命講，我就知道也件事情本來知道當艱苦，好，當中奉獻一家一生咯，嗬。看每戲嘅文章地度啊，嗬，有青島嘅傳統客家家庭嘅。母誒就演啲當行，比如講，客家什麼天朝安樣誒，當監獄乜嘅出位做事，唔過啲家族地度可能講法較無上嘅，男性呢就較講法較太上，係啦，就按你意思就做家庭嘅人咯，嗬，所以青島客家傳統嘅家庭係按你，好像嘅表態有男性同女性主義嘅無共樣係嘛？其實冇特別去按樣做。各位，我當我故事地度，其實我知道講，因為一上癮過程，太家將會轉來哦。平常時太家就搬走了，不過亞雜時間太家將會轉來，不過轉來又唔係同感染哦。哈，各位地度寫到呀，男性同女性的部分，其實我不卡唔係安尼，我不卡什麼全部動態炸全安尼，不過邊個？太讚了，動歌動態，公發有動態上，那一次次都係客家人可能係母系社會等等，各位當來接觸到較容易，向我講啲動到什麼嘅公發係無上嘅，動到什麼嘅，咩唔係講無上，就係無人會去談價嘅上面，嗰時我就會想講無人我來吃看啦，因為也唔係我不可以用嘅，唔過我來吃看落佢安尼描述出來，佢所創作嘅時節，青島去投入自家嘅想象，也講你想要了解嘅寫起來嘅時節，就會有答案出來啊。就會老自家對話人嘅知道有時候係安尼。係啊，先生而家講到老自家對話也得啊，嗬。喺對於創作嘅人來講啊，嗬，有時是發講無順安樣嘅實咯。就下本去看嘛，哈，看兩位作者都會安樣，看每戲佢所有以前來參加嘅作品啊，大部分有看過嘛，哈，就感覺佢真有一些寫家嘅，我印象最深係寫家嘅阿婆，哈，家嘅阿婆寫
苗栗天就4個嘛，拖拉庫啦，跟住係看到嗰片，你係貼片，又再看一下，感覺看唔錯啊，又再看一擺就講哦，好慢嘅，你就感覺到新嘅聲音出來哈，後來其實都當到嗰個衣服嘛哈，寫嘅東西，其實很多寫嘅東西哈，以前寫還有客家人嘅寫感情，還有你總體嘅呢種養父家嘅親情，哈，養父家嘅親情，阿公啦、阿舅啦，哈呢種生活對話嘅情況很多，就感覺講，你自己也唔是從自己來對話啦，就咁樣想記錄佢哋嘅成長，記錄佢哋講嘅話，記錄佢哋做過嘅事情，咁就像明星一樣嘅，就像熟齡一樣嘅，咁樣就做得啦，就知道會寫出一篇當好嘅文章。哦，呀，又係評審先生本大家嘅好嘅意見哦，因為談一篇嘅時間哈，記錄下來，咩係一種寫作嘅方式啊。哦，好，我想40歲以下嘅朋友，大家實拿筆起來就開始來寫了哦。我相信看到新年來吼，也有作品啦吼，聽年聽稍微有冇共用嘅東西啦吼，年齡層咪話下降啊吼。嗰時候家先生講到無論是嘅東西，生活嘅家庭等等吼，都有很多情感嘅地方哦。嘅我想新嘅政見又要開始咧，我想先從明起來開始。迄個我邀請大家來，我本大家用嘅鼓勵嚟講，請大家來。係有咩話想去同大家講？就係大家來參加嘅東西，我做定認識大家。真嘅下週做得認識新嘅朋友。因為會頒獎嘛，大家會出現啊，就底下文字配合嘅嘢係上到用版，係用嘅嘢咁樣。同神奇哦，因為你寫嘅文字同本人可能有動態冇共用，也就會神奇嘅地方。好，歡迎大家來認識新嘅朋友。個熟齡呢，你會讓抽大家向下來參加比賽呢？歡迎我們的同學們一起來參加這個比賽。對，用同學很親近哦。對，OK，兩位一天要唔要繼續寫哈？有得寫嘛？有。都8月30咯，今年嘅哦。一定要參加哦。有嘛？努力。好，加油哦！好嘅，電文先生。鼓勵大家，有請大家講下來呢？正經天使前面嘅朋友嗬，大家你無論唔會講客話，也係帶落客家莊嘅嗬，也係冇帶落客家莊都唔怕，因為你當到嘅作者都第3台、第4台啊嗬，幾多都係阿公阿婆鼓勵，也係爸爸媽媽鼓勵來參嘅，竟然頂咯。等大家，頂哦，好，就等大家哦，好冇？今年呢，同大家分享嗬，又係去年得獎嘅作品，今年嘅作品行啲路行咯，歡迎大家講下來哦。今日再次感謝3位來賓，感謝先生，咪感謝所有朋友嘅收看，等下繼續聽先生來做運動了，爭來了。